洛神花啊，春天养肝脏，肝脏喜欢喜气的，春天养肝脏就是照顾肝脏，就是要有喜气的，喜气的，自弹自唱好快乐哦，那个产生欢喜心，有喜气对肝脏好。春代表生嘛，你看这个脸书社团卖东西的农产品啊，干燥洛神花一两左右，大概100多块，也有人80公克卖200块，人家机器处理的。我们这个是自然人工化晒干的，人工处理自然晒干的，再配合那个统一超商的购物卖后变去下载那个什么 Point 的程式，然后产生连结，再分享到脸书社团。